就是一個夢，對不對？不對，昨晚不是夢，昨晚都是真的。我們行過禮，入過洞房，我們現在已經是夫妻了呀。我已經發過誓了，我心裡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話，那我就一輩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麻衣，变成一個醜女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发了這麼多的誓，那唯一的解毒辦法，就只有以毒攻毒。你放開我！你放開我！放開！朱哥哥，你答應過我的，也不會殺陸小弟的。可你也答應過我，會心甘情願地嫁給我，一心一意對我。環梅，其實你昨夜走了，就不該回來，不該給我希望，又馬上讓我絕望，不該把我最幸福的一刻變成最恥辱、最傷痛的時刻。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朱哥哥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只要你別殺他，我現在就跟你回去拜堂成親。她不能回去跟你拜堂成親，她要是嫁給你的話，那就是對朕無情，對你不忠，更是對她自己不仁。玄烨，你不要為難一個女孩子，你有種來，可否有種跟我決鬥？論武功，朕遠非你的對手，但你我的身份又不是江湖的尋常莽夫，怎可以武定輸贏？若你我爭的是天下，自然不該以武論輸贏。但現在，我們爭的是一個女人，則你我的身份，不過是世間一尋常男子。愛新覺羅玄烨，拔劍吧！我就站在這裡不動，只用一雙肉掌與你交手。你若能逼得我雙腳動一下，就算你勝。我和易歡的婚事取消，你帶他離開。你若是敗了，我也放你一次，讓你離開。我帶易歡回去繼續我們的婚禮。是男人，就接受這次挑戰，否則滾回你的紫禁城，做你的八面威風的皇帝。但是你再也沒有資格以尋常男人的身份來跟我搶易歡。好，那朕就接受你的挑戰，與你決鬥。你瘋了嗎？你肯定打不過朱哥哥的，你快走啊！花兒，自8歲起，朕就只能是一個皇帝。但是朕現在想任性一回，做一回世俗男子，去真真正正的跟朱慈軒來一個決鬥。若是輸了，朕也絕不後悔。朱哥哥，三師父說你這幾天都不能與別人交手的。康熙都應戰了，難道我還怯戰不成？環梅，這是我們兩個男人之間的決鬥，跟你沒有關係。朱哥哥，玄烨，動手吧。陸小弟，朱哥。玄烨，你现在明白了，做皇帝，你或許比我強。
但做男人，你永遠比不上我，所以，我還是認輸吧。絕不認輸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千萬別殺了龍小弟！朱哥哥，龍小弟，千萬不要殺害我的朱哥哥！朱子軒認輸吧。他已經輸了，你跟朕走吧。不，他是因為我逃了婚，練功的時候走火入魔了。他私下放了我，犯了蒙規，所以受了鞭刑60下。現在和你決鬥，又加重了傷疾。否則在平時，縱使有10個你也打不過我朱哥哥的。朱子軒身受重傷，還要跟朕決鬥。如此意氣用事，怎麼能成就大事？那你呢？孤身一人前來尋我，難道不是意氣用事嗎？婉兒，朕不是意氣用事。出來吧！皇上。你早就安排好了，婉兒，朕想做你的男人，但是朕更是大清的皇帝，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意气用事。倒是朱思轩，明明受了重傷，却还只把心思用在你我2人之上。他過來的時候，沒有發現林中有埋伏。那你現在想幹嘛？你想殺了我朱哥哥嗎？婉兒。朕不想騙你，你和朱慈軒，朕必須帶走一個。如果你今天不跟朕走的話，那朕會將朱慈軒帶回去打入天牢。有太皇太后在，朕無法保他不死。但你若是跟朕回去了，那朕可以將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決定吧。你這根本不是在跟我賭。你這是在逼我！這就是在逼你！因為朕輸不起，朕不能沒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你去嫁給朕最大的敵人。先把你送回去。这是師父們發的信後單。不行，我不能帶大師兄回去。
大師兄，你醒了。你醒了，大師兄。怎麼樣了，大師兄？好點了嗎？清澄，我這是在哪兒啊？大師兄，你昏迷了3天3夜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你昏迷前是不是跟人交手了？你忘了三师父的嘱咐，在你傷好之前不能交手，不然你的傷會纏綿不癒的。歡梅呢？歡梅現在不在這兒，師父們在找你，還發出了信號彈。我沒有把你帶回去，因為我懷疑咱們明珠谷可能有內奸，所以康熙才會這麼快就……我不想知道內奸是誰，我現在什麼都不關心，我只想知道歡梅去哪兒了。大師兄，他是不是跟康熙回宮了？大師兄，你別這麼激動啊！你告訴我，他是不是跟康熙回宮了？好，我告訴你，你可別太激動啊。那天我打算永遠離開你們，可是我離開山莊沒有多久，我發現天空中有孔明燈，我就猜到是康熙去找奕歡了，就悄悄跟了去。結果我看見奕歡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他為什麼要跟康熙走？為什麼要騙我？為什麼要這樣子羞辱我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大師兄，為什麼？大師兄，為什麼？哭出來了，心裡就會好受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不要！龙小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永遠不會殺他們的，你不能出爾反爾啊！不是朕要殺他們，是你們的奸細把他們出賣給太皇太後，是太皇太后执意要殺他们，朕也是迫不得已。行刑！师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没事，做了个噩夢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你怎麼樣了？你現在是不是很恨我？以為我無情無義地拋下了你，跟着康熙走了呢？你和朱自軒，朕必須帶走一個。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走的話，那朕會將朱自軒帶回去打入天牢。只要太皇太后在，朕無法保他不死。但若是你跟朕回去了，那就可以將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決定吧。你這根本不是在跟我賭，你這是在逼我。這就是在逼你，因為朕輸不起，朕不能沒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你去嫁給朕最大的敵人。朱哥哥，我沒有言而無信，出爾反爾。我一來是為了救你，二來是為了查清龍小弟為什麼能對我們這邊的情況了如指掌。我們明珠谷是不是還有奸細？你能原諒我？
什麼東西？这人怎么穿这样？哎呀，这不前朝服饰吗？真是少见。哎呀，你看看他穿的什么衣服呀？又一个喝多的，你看看。是。小二，拿酒来。客官，你这都喝了一晚上了，还能再喝吗？你还有钱再喝吗？连你也看不起我？你以为我没钱吗？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客官，只要您觉得小店的酒好，您随便喝啊。倒下去。啊！哎呦，你看这人胆儿真大呀！竟然敢穿前朝的服饰。对，你看还穿着新郎服呢。哎，咱们走，走。哎，来，你们说这人会不会是乱打啊？哎，要真是乱打，岂敢穿着前朝服饰公然上酒楼来招摇？我看不是哪个戏班的戏子，就是个疯子。对，有道理。哎，我看他可不像是疯子。你看他那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啊！你说他既然穿了新郎的服饰，他不去洞房花烛夜，跑来这酒楼干什么呀？对，我看呐，一定是新娘嫌他不中用，将他赶出去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说明是这新娘子别有所爱，逃婚去了。那这个男人岂不成了一个大乌龟？王八！给我滚！他说什么？给我滚！哎呦喂，敢让大爷滚，爷现在让你滚，你滚！呀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撤，快撤！是你呀！酒，我要喝酒。
小巧，小巧，我的酒呢？哎，我的酒呢？到了。惠美，你回来了。大师兄，你醒了。惠美，你怎么叫我大师兄了？你不是最喜欢叫我朱哥哥吗？好，既然你喜欢，那我就叫你朱哥哥。朱哥哥，我们成亲了。我们先和解，再成礼。能成亲？好。可是师傅们不在啊。成亲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师傅们在不在，不要紧的。好，我们成亲，我们成亲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真的好开心，好欢喜啊！朱哥哥，我也是。
這是真的。秦城親眼所见，他們一起走了。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。一直真爱你的人是倾城我呀。这么多年，倾城一直默默地爱着你。我理解你，我懂你的心。大师兄，就让我嫁给你，做你的新娘，一輩子和你在一起，關心你，愛護你。皇上本來跟哀家說的好好的，只是為了收服人心，才暫時呢放了朱自全等人。怎麼就鬥起來了呢？這若不是朱自全此前先受了重傷，那皇上豈不是危險了嗎？太皇太后都不用擔心，皇上應該不會有什麼危險的。奴才已經做了周密的安排，一發現有什麼情況不對，他們會立馬衝出來保護皇上的。你還有臉說呀？啊，如此大事你都不來向哀家稟報啊？你還不加以勸阻啊？就這麼由着？皇上任性啊！太皇太後，您真是委屈奴才了。這皇上為了怕奴才走漏風聲，一直都不讓我離開他的視線。再說了，皇上的脾氣您是了解的，那哪是奴才能勸得住的呀？皇上啊，他原來可不是這個樣子，都是這個李歡吶，把他蠱惑成這個樣子。現在最可慮的是，皇上居然把這個李義歡又接回宮了，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呀，虧你還是六宮之主呢，你居然如此無用啊你！皇祖母，妾身也勸過皇上，可皇上每次聽了以後抬腳就走，也不管妾身這面子上是過得去還是過不去，從此以後也再也不來這坤寧宮了。妾身到哪裡再去勸皇上？罷了，剛才哀家是把話說重了，這也怨不得你。皇上啊，他親政以後，大權在握呀，但是在這個事上還得靠哀家親自去把關呢。劉嬤嬤，奴才在。带上幾個人，去把這個曾經的筆墨侍書給我叫到慈寧宮來。這。太皇太後啊，您要見着李義歡，那奴才也不方便待在這兒了，奴才就先告退了。萬一要是傳到皇上那兒，皇上會怪奴才多嘴的。你也去吧，以後再有什麼事情，還得要你及時向哀家稟報啊。這皇上真的身邊不能缺少像你這樣的忠心耿耿、不怕給皇上糾錯的人吶。多謝太皇太後，奴才告退了。奴才告退。哎呦，這個李歡吶，居然還敢回來，真把這紫禁城當成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啊？有這麼隨便的嗎？是淑姑娘，太皇太后懿旨，宣您去慈寧宮問話。這個老太婆宣我前去，一定是想殺我，我可不能這樣。
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这突然就肚子特別疼。你呀，就別在我面前耍這些小把戲了。你可別忘了，你剛進宮的時候，不知使了多少花樣，想要糊弄我呀！哼，怎麼着？今天故伎重演，我可是不會再上你的當。你們兩個聽好了，今天他就是真的病了，抬也給我抬到慈寧宮去。這大膽！奴婢給皇上請安，皇上吉祥。传太医，这刘嬷嬷，你的膽子很大呀，居然敢對世淑姑娘如此無禮！奴才該死，奴才該死！是太皇太后，她要宣世淑姑娘去慈寧宮的，請皇上恕罪啊！好了，你去回禀太皇太後，就是世淑姑娘病了，等她病情好轉了，朕再陪着她去給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請安。是。走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相公，别这么叫我，别这么叫我，我求求你别这麼叫我。我們已經成親了，我不叫你相公叫什麼？你還應該叫我娘子呢。我的頭好痛，頭好痛。昨天晚上就是一場夢，昨天晚上就是一個夢，對不對？不對，昨晚不是夢，昨晚都是真的。我們行過禮，入過洞房，我們現在已經是夫妻了呀。我竟然背叛了小師妹，我還有什麼資格去愛她啊？還有什麼資格去愛她？相公，你沒有背叛她，是她先背叛了你。她逃了你的婚，跟着康熙走了。她帶給你作為一個男人最大的恥辱。她現在已經是康熙的女人了，不可能再回來了。不會的。王妹不會騙我的，她跟康熙回宮是有苦衷的，她不可能嫁給康熙的，她不可能這麼對我。相公，你醒醒吧！你看看你背後的傷，這都是你為他才受的鞭刑。你的傷還沒有痊癒，你就忘了疼嗎？難道你又忘了他任由你昏迷在荒山野嶺，自己自私的跟着康熙走了，去追尋他自己的愛情，根本就不顧你的感受。別說了，別說了！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！別說了，別說了，你別說了！別說，別說了！你不要叫我相公，我也沒辦法把你當我的娘子。我的心裡只有環妹，只有環妹，再也裝不下其他的人。我說我不配做你的相公。你還是放不下的，就算他那麼對你，你還是放不下的。是，不管他對我做什麼，我都放不下的，我放不下的，我放不下的。
既然你放不下他，那你为什么要接受我？为什么要跟我入洞房？你为什么要给了我希望，又让我这么绝望？你说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真的放不下他。我对你来说，就是一具空壳，就是一个行尸走肉。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幸福的，而且我不能将错就错，否则环梅只能去跟着康熙了，我会害了她一辈子。环梅，你口口声声只知道环梅，为什么环梅做了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包容她？那我呢？不管我怎么对你真心，你都不接受我，你都在逃避我。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你，你却跟我说那是一个錯誤。你考慮過我的感受嗎？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？為什麼？為什麼要這麼對我？傾城，我什麼都給不了你，那你殺了我吧，你殺了我吧。其實我早就不想活了，我這樣活着好辛苦啊！我不能讓義父失望，也不能讓諸明聯盟的人失望，我連死的資格都沒有。我求求你，殺了我吧！你殺了我，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。殺了我！我求求你殺了我！我真是想不到，朱慈軒，你對我竟然能絕情到這個地步！你還是我的那個大師兄嗎？那個從小對我最關心、最溫暖、最呵護我的大師兄嗎？我本以為把自己嫁給你，就能永遠跟你在一起，哪怕你不愛我，我不在乎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關心你，照顧你一輩子。可我萬萬沒有想到，你居然對我說，你寧願死，都不願意接受我。對不起，對不起。傾城。我薛傾城今日對天盟誓，此生我薛傾城絕不再對朱慈軒有情，有違此誓，猶如此殘。